大家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来安。平安。咱今仔日吼，这是足侪人哦，因为这是最近世界新闻上有名的新闻对吧？哎，就是啥物韩国的就是韩国几摆，的梨泰院啦，梨泰院嘿，啦，对，听讲你庆祝迄个顶礼拜吼，一个啥物万万哎，万圣万节吼，圣节啦，就鬼哦，仔节啦，迄个西方的几仔节吼，来因伤欢喜，还是安那嘛会发生啥物代志就对，嗯，就是拢少年人哦，20几岁的人哦，百几个人去互打死对无？因化险的声，咱甲看哦，今化险日咱要讲的吼，化险的声，咱今仔要讲摇摆无落魄的久啦，遐摆无落魄的久，嘿，遐摆是头摆有那是笑着的意思啦，笑笑着无落魄的久啦，是安尼，摇摆的人嘛足侪呢吼，像迄足侪人嘛讲我做摇摆对吧？哎呦，也是安尼，就是讲，咱想我感觉家己做老的安尼吼，但是摇摆就是即个意思吼。遐摆无落魄的久。是，遐摆甲笑着是共意思啦。笑着是啥物？就是咱笑着较容易，较容易听出来讲，就是遐少年囡仔因为小可有成就，还是讲小可较赢别人，着安尼真笑着真骄傲吼。像全世界上老的安尼，来淡仔发现。发现，就是讲一直发创啥安尼吼，无谦卑啦。所以讲下摆会较罗马字写的吼，下摆有哪会当讲下摆？我写是讲下摆无落魄的久，有哪会当讲下摆无落魄的久，拢袂要紧。下摆若听无，就是笑着；笑着若听无，就是唱秋啦。咱讲你毋唱秋哦。还是你红声，你是咧红声声，讲大声话红声，这意思拢是差不多啦，拢共款啦。所以咱来看圣经创世纪19章13节哦。接要讲的是一段罗德的故事，在圣经记载的一个故事。我甲这读了，我来讲小可介绍这个故事哦。因为我要消灭这个所在。是为着因发现的声，伫耶和华的面前真大，耶和华找阮来要消灭伊。咱即句我当读的吼，耶和华找阮，这两个是天使，就是天使讲的话。上帝差遣天使要来消灭遮个人，遮个人创啥？为着。因发现的声，你注意看哦，发现的声，听到了我发现，我做欣赏这个发现哦。发现就是讲，咱有时咱较早若要赶羊仔棍啊，还是讲啦，饲几啊百只要赶行啦，就伫后壁遐发现了，然后就一直甲嫌，一直甲赶。发现了一面赶一面发，一面赶一面发。因为我即届伫韩国因遐吼，韩国梨泰院遐个代志，我有看因的迄个新闻的转播，新闻播出来吼，因连迄个救护车要入去，都无要让，就踮咧跳舞讲，好，就是发现的声啦。即款发现的声听到耶和华遐，耶和华派两个天使要甲即个声。甲袂掉，因为那少年人哦，伤无站实啊。是，少年。咱来看19章15节哦。天光的时候，暑假就是天使啦。天使。吹笔落地讲起来，带你的某，以及你伫遮两个查某囝去，行了甲即个城的罪恶三甲受灭无？因为。落定烟钱啦，天要光，特别有火甲烧这个声，因遐个淡仔一烟钱，所以天使就甲拖喙，然后拖伊讲较紧，你带恁某甲两个伫遮查某囝，因为因囝婿拢毋信，紧走。讲恁走是毋通外头哦，
袂使回头，紧走，结果有一个人回头，就是因某回头，所以伊到因某回头就变成严条，就剩3个，就是这天赛吼，而且就是讲，咱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讲，这两个天赛变做人的款式来伫罗迪个，罗迪是虾米人呢？罗迪就是阿伯拉罕的弟啦。因为这个天赛先去找阿伯拉罕，甲阿伯拉罕讲，索德玛、蛾摩拉，这个城吼，哇，因喊话的声听到耶和华呀，所以派我要甲因招别。咱会记得咱较早有讲过吼，摩西毋是咧阿伯拉罕啊，阿伯拉罕毋是甲伊要求嘛，讲你要拢甲因灭掉，那化解。讲50个好人，你会买吗？伊讲无问题啦，50个我无爱甲伊回买啦。阿伯拉罕想讲，无减10个，知影？无50个，伊减10个，讲我有哪无要甲回买？阿伯拉罕无30个，讲我有哪无要回买？伊讲无20个咧。最后阿伯拉罕讲，我最后佫互我讲一届啊！伊讲家己会歹势啊，出家家己歹势，我无10个咧，讲10个我哪无要回买？就是讲内底根本就找无10个啦。安尼无法度伊就要回买，有家交代讲，罗迪是我的弟啦，伊弟我哪有做无甲因三甲安尼做歹代。所以叫伊爱家己救，毋通甲回买。天使有听伊的，所以伊就来伫罗迪的厝。罗迪为了要保护种个人，叫伊入去因兜。毋过到暗时，因遐少年囡仔就拢冲我来讲，甲罗迪拍门讲：你开门，赶紧甲迄两个人带出来，实在我哪做？因要甲伊侮辱啦。罗迪讲毋通啊，有这个问题，伊只要产生的吼，所以伊就种个天使就要互因拢青面伫外口遐个人完全互因看无，就无法度找无门，找无门。代志是安尼，到迄前要天光的时，天使就叫罗迪较紧走，你较紧走。结果呢，伊带2个查某囝，甲因某。因某回头看，因为卖虎通回头，因为回头看是啥？因为伊的财产拢伫遐。伊想讲我啥物货袂记通摕哦，想要去等伊摕款。结果无啊，伊就变成盐条一个。无彩，听讲这个盐条搁伫个，更是。一个盐条，抑个迄个死海的边，抑个会当看到盐条。死海边搁有吼。所以就剩这3个人走的吼，你真无彩所以伊到遐是已经啥物？罗迪到所以就是上近的迄个城，日头已经出，日头出，开始火的，咱个看咧，咱刷了一张都有写。刷来讲，迄时耶和华将流风甲火对天顶。对耶和华遐降落伫索多玛甲蛾摩拉，流风用流风甲火降落，规城就烧掉啦。将遐个城一个转平洋，平洋就是咱讲的平原啦，吼，平原台湾话叫做平洋。甲城内所有的百姓，连地面上生长的拢毁坏，拢毁掉了，拢毁灭掉。后来26节，罗迪下某伫后面一个月头看，就变做一个盐条。伊就袂活，变盐条就当然袂活。所以对这个故事咱看化咸的声，好耶和华来要甲因毁灭。你看，我想着讲，我看迄个因的李太因的转播的时阵吼，遐少年囡仔。同款有喊化的声，化咸的声，就等啊！我看迄个救护车要入去都无要让，就等啊跳舞，好嗨，叫做化咸的声。所以咱毋通下拜啦，毋通讲你小可得意，还是讲你少年身体好，
得做下摆啊是讲你家己有一只进口车，是讲足好诶，得行路拢下摆是，你着穿啥物衫？听讲阮这阮这学校足济哦，这有钱人诶学校对无？因诶囡仔拢咧比啥物？比恁兜诶司机穿啥物衫，啥物牌诶衫安尼哦。什么牌衫？我即仔衫是什么牌？安尼我就会当下摆啊。是，所以这真正是无落魄的久。无落魄的久，人讲3年一閏啊，好歹照轮。你毋通下摆无落魄的久，总是会照轮。咱今仔日讲到遮无会对啊，有诶人会感觉讲，我就是无想到到讲会安尼，其实因是足欢喜诶，因为几啊冬无迄个活动啊，对无会当毋免炸裤，啥物炸裤喙红，毋免炸喙红，来佫会当去耍足济少年人伫遐所以因着欢喜过头所以变成叫做欢喜过头啦。欢喜过头，人客人对人客人后壁人毋知影头前已经发生问题，个对后壁杀点少年有力就一直讲较紧诶杀，往头前一直杀，遮诶人一直杀，安尼一定过一定听讲爱读咧3定啦。来先小跋倒诶人互顶悬读无法度爬起来无法度读咧6定死156人。这真正是做伤心诶代志。也无烧钱，逐项拢无。敢若用骹，也无啥物武器，敢若用骹安尼用打过，就死156，实在想起来真正可怜是，人诶性命156袂少。对所以爱观众朋友来听节目诶，拢毋是遮诶人对无毋通下摆是，咱拢毋是晓摆诶人甲家己按赞一下所以咱后礼拜一的 AM 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佮做伙来讲台语今仔日真欢喜看到足济朋友来有梅秋、明辉美华，还有阮的师母所以有朋友讲人济所在是真正是足危险的我会记得人若足济，应该是有警察佮派足济管理的但是即届咱想就是无管理感觉可能伊个足济代志无做好发现的声伤大。是，多谢朋友观众朋友来支持，嘛欢迎你到附近的教会来认捌上帝因为咱认捌上帝了后，咱就袂发现对无？咱就会好好过生活来知影家己应该做啥物毋通安尼杀对无来佫做济代志少年毋通骄傲，是毋通骄傲。真欢喜，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咱下礼拜再会。